之前出邊介紹曼谷7間酒店，亦都介紹過芭提雅9間酒店，而今集將會再介紹曼谷2間酒店同埋2間旅館，一間係喺南線3耀站隔籬，近大皇宮嗰邊；另外2間呢，近 BTS 6線彭鳳站，仲有一間呢係喺 Lala 站隔籬。另外再講一講芭提雅格拉斯酒店呢一間呢，暫時係我心目中最推介嘅酒店啊！首先講講涉羅地鐵青年旅館，我哋一行3人訂咗3間單人房，每間單人房每晚182蚊。呢間係青年旅館，係冇 lift 搭嘅。如果行動不便呢，建議選擇其他住宿。今次住嘅房呢係301號房，要行2層，間房呢大約2米乘3米，有一部大約32寸嘅電視。房間一共有3個插頭，其中一個呢係喺床頭隔籬。衣櫃呢有一塊鏡，有提供2對紙拖鞋，亦都有幾個衣架，有足夠嘅空間打開大篋。由於冇窗呢，所以空氣唔流通。間房呢就未有冷氣之前呢都幾焗嘅，冷氣開咗10分鐘呢先開始涼，都幾慢下嘅。床褥呢就偏挺身，床單被袋呢就未見有污漬，提供嘅枕頭呢厚身偏腍。我住嘅呢一層呢一共有5間房，男女廁呢係獨立嘅，沐浴區喺廁所入邊，提供嘅熱水穩定，水壓夠大，有沖涼液、洗頭水、洗面乳提供使用，馬桶乾淨企理，廁所有吊扇提供，冇咁局促。未知道牙膏呢係咪住宿提供，但係我呢都照攞嚟用。有梳妝嘅空間，有一啲護膚用品可以攞嚟用，有一個1500W嘅風筒，拎住大篋呢，如果超過20kg 呢都幾辛苦下嘅。旅館嘅地下呢亦都係咖啡廳，有提供各式各樣嘅早餐，有曲奇餅同埋蛋糕售賣，亦有雪糕同埋杯麵。夜晚進入旅館門口呢要拍卡，樓梯間呢亦都有一對門係需要拍卡嘅。呢一間旅館最大優點呢就係半分鐘就可以到達南線嘅鐵路站啦。地理位置位於大皇宮同埋唐人街之間，標準雙人大床房每晚198蚊，豪華雙人大床房每晚210蚊，標準單人床房每晚150蚊，豪華單人床房每晚156蚊，混合床房每晚90蚊。呢一間旅館地理位置優越，考慮到價錢同埋整潔度呢，我都會再次住翻呢一間旅館嘅。不過旅館呢就冇雪櫃、微波爐同埋冇 lift 搭，呢幾點你要注意一下。下一間介紹嘅係斯亞馬拉拿酒店，我哋租咗2晚雙人豪華房，每晚402蚊，需要收取按金，好似係1000匹。走廊光線充足，房間整體光猛整潔，廁所乾濕分離，整潔良好，有提供浴巾同埋便巾，水壓正常，花灑可以改變出水嘅方式，有化妝鏡，浴室內設有2個插頭，廁紙比較薄身，有細支裝嘅沖涼液、洗頭水、護髮素、牙刷、牙膏等等。衣櫃入邊呢有浴袍，1800W嘅風筒同埋夾萬，有一部43寸嘅大電視，電視下邊呢有2個插頭同埋 USB-A 充電頭。床頭有一幅掛畫，窗外環境呢向內街，日間嘅風景呢就係咁噶啦。床頭下方呢有2個插頭，冷氣出風口呢就設於天花。發現床褥呢就有一條長頭髮未有清理喎，床褥呢都有支撐性嘅，亦都再發現另一條頭髮喺度。每人提供1個枕頭。雙人豪華房每晚330蚊，高級雙人房每晚283蚊。由於酒店呢位於大街，經常呢都有嘟嘟行過，4喉超嘈。如果向內街呢，凌晨時分呢又會有酒吧嘅噪音，建議自備降噪耳機。呢一間酒店地理優越，一出酒店門口呢就係 Lala 站啦，距離 Lala 廣場呢只需要5分鐘嘅路程。無論日頭行商場啦，定係夜晚夜生活呢都非常之適合。雖然床褥發現有一啲毛髮，但係價錢對應地點嘅位置呢，同埋房間嘅裝潢呢，都算一個合理嘅價錢。最新雙人房價錢呢300蚊都唔使，所以呢都係一間值得考慮嘅酒店。下一間介紹嘅係彭鳳酒店，我哋租咗2間2晚，每晚282蚊。酒店門口呢係需要上一段嘅樓梯，每間房呢係需要收取1000泰銖嘅按金。佢俾咗2張卡我哋，一張呢係房間插電卡，而另一張呢係門市卡。但我哋呢都搞咗一輪先搞清楚點樣解鎖呢個門。慢摸咗一輪呢，終於開到啦。
房間整體嘅感覺咧都算光猛，每人提供一條面巾同埋浴巾，床頭旁邊咧有個插蘇，有梳化同埋小圓台，方便食宵夜。冷氣咧係分體式，一張損壞嘅價目表，有提供樽裝水、水杯、咖啡粉，仲有一個細雪櫃，有一部大約43寸嘅電視。床褥咧挺身有支撐性嘅，床單被袋咧都有啲少量黑色嘅污漬，枕頭厚身偏腍，沐浴區咧同馬桶分開自成一角。聽到水聲，好夠水啊！佢都唔使擔心。咁呢個死嘅熱水爐咧都夠力喎，我都有中間嘅。喂，呢個門有機會打開，入邊係啲水管嚟嘅。沐浴區出邊有毛巾架。真係正，佢唔會有臭味，抽氣都幾強。不過呢一個洗手盆嘅地方咧，佢就冇一張台可以擺啲水杯或者牙刷，呢個就攣氣啲。然之後呢張床挺身都幾好瞓。呢張梳化仔啊，好過冇，我哋而家退房啦。哇，食得好慘。高級客房每晚259蚊，豪華房每晚298蚊，豪華城景客房每晚337蚊，四人陽台套房每晚531蚊。呢間酒店行去6線鐵路站只需要5分鐘，附近有3大商場，過條馬路呢就係 M Square 商場，步行15分鐘呢可以到達 T21同埋南線鐵路站。由於酒店呢就喺大街，所以噪音呢會比較大，不過交通方便呢都幾適合首次嚟曼谷住嘅旅客，亦都有家庭嘅4人房選擇。無論一家大細定係同朋友嚟呢，呢一間酒店呢都係唔錯嘅選擇。下一間介紹嘅係瑞之曼谷旅館，我哋租咗1晚4人 lock 架床房，每晚1700匹，另外收取500匹嘅按金，現場付款。我哋大約夜晚12點咧先到旅館入住，雖然旅館有 lift，但係我哋住嘅嗰一邊咧只能夠行樓梯，樓梯咧又高又窄，拎住個大篋咧都幾唔方便。入到間房咧就係4個床位加1部冷氣，每個床位咧都係屬於自己嘅燈、插頭、毛巾、水、儲物櫃，枕頭咧厚身偏腍，床單被鋪咧乾淨冇污漬，床褥有支撐性，插頭咧就喺床頭嘅旁邊，方便手機充電。提供嘅儲物櫃咧可以上鎖，儲物櫃嘅大細咧足夠存放個人嘅物品，有掛衫嘅地方。窗外嘅環境咧望到地下公共空間，有2男廁、2女廁、4間浴室、2個洗手盆同埋風筒。公共嘅空間咧有微波爐、雪櫃、汽水機，亦都有洗衣機同埋乾衣機。雖然有免費泊車，但只有3個位，所以唔建議自駕遊選擇。由大街行到旅館咧大約2分鐘嘅路程。內街夜晚比較昏暗，街口附近有一間七仔，附近嘅按摩店咧見過凌晨2點咧仲營業緊，夜機到嘅話咧仲可以揼個骨先瞓啊！住宿附近都幾多貓咪徘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芭提雅格拉斯服務式套房酒店。我哋今次租咗2種房型，豪華特大床房每晚221蚊，2室上下鋪4人房每晚351蚊。片中咧係豪華特大床房，有提供咖啡粉、熱水壺、微波爐、雪櫃，房間整潔度良好，但有少量新裝修嘅味道。設有2部分體式冷氣機，十分夠涼。然後輪到講下4人房，先講下4人房之中嘅雙人床房，房內有一部電視，電視下邊有個插頭，雙人床好闊落，應該有1.8米，每人提供2個枕頭，枕頭厚身偏腍，床頭旁邊亦有一個插頭，但呢一張小圓台咧放唔到入去入邊，牆壁有2個掛鈎，冷氣十分夠涼，大廳都有一部冷氣，整間房一共有3部冷氣機。輪到講下上下格床房，爬上去嘅樓梯咧都幾實淨嘅，完全冇搖嘅感覺，床褥大約有10 cm 厚，支撐性咧都唔錯嘅，一樣都有2個枕頭提供，每個床位有獨立充電插頭同埋燈光，衣櫃有幾個衣架同埋一把長遮，下面都有一個夾萬。窗外嘅環境咧係咁嘅，大廳有張大梳化同埋圓台，可以同朋友一齊食宵夜。大廳都有一部電視，每人有一條面巾同埋浴巾，有陽台可以吸煙，人多嗰時咧可以喺呢一邊梳洗。不過咧水壓有啲細，有餐具、樽裝水、咖啡粉同埋風筒，有 Samsung 嘅微波爐、3菱嘅雪櫃。廁所咧呢一隻地板咧好滑，再加上咧拖鞋唔防滑，如果有老人家咧要非常之小心啊。有提供一啲基本嘅梳洗用品，馬桶咧都乾淨企理，抽氣扇嘅吸
力咧一般，有提供洗頭水同埋沖涼液，水壓咧唔算大，但係夠用。花灑係可以調出水嘅方式，熱水穩定，有提供兩大兩細嘅拖鞋，設有幾個掛鈎，有全身鏡，一層總共有22間房，出面嘅走廊咧都幾長下嘅。酒店咧有健身室，旁邊亦都有一個泳池，大約有10米長。酒店停車場需要穿過呢度咧有啲凳坐下，可以當做一個集合點，有一部即沖飲品嘅售賣機。出到嚟咧就係酒店專屬嘅停車場，呢度大約可以泊到40-50部車。酒店停車場唔係有正門閘口進入，經由旁邊嘅街道進入。萬一呢個場冇位咧，職員會指引你到第二個場。泊好之後咧，會有酒店嘅 van 仔接翻你翻正門。酒店隔籬咧有洗衣店，2.5 kg 嘅衫咧收咗我300匹。洗完第二日，如果冇攞衫嘅話咧，會送到你所住嘅大堂，唔會阻礙你日常嘅行程。就算夜晚閂咗門咧，都仲可以去隔籬家嘅自助洗衣店洗。豪華特大雙人床房每晚197蚊，2張單人床或雙人床豪華房每晚202蚊，4人房每晚333蚊。酒店嘅位置咧去步行街或者沙灘咧，大約10分鐘嘅車程，價錢平咧，質素又唔差，而且4人套房嘅房咧係有獨立嘅房門，所以係十分推介呢一間酒店。希望呢一條片咧係可以幫到大家揀到啱心水嘅酒店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我嘅 channel 曾經出過片呢，有玩到反車嘅 ATV 越野車片。有高速快感卡丁車片，呢個打滑失速呢，係一個爬頭嘅好機會。踩咗一腳重壁，結果係上打滑嘅。刺激又爆笑嘅水上樂園。哇！點樣？哇！再嚟把啦！仲有唔少得嘅係出海玩水上活動。我哋阿友啊，阿友，跟佢扭啊，講 OK，游啊屌，游啊，屌 ，OK，跟住佢，唔撚住。屌你老！快啲！喺後面坐幾個人喎！快啲！啱晒一家大細去體驗嘅老虎園。如果想睇呢啲片呢，歡迎可以撳入我嘅 channel。